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初2，旧历的5月12，礼拜4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立法院按算到伫个下晡要来通过着农田水利法的修正草案，要甲全国的农田水利会甲改做公务机关。但是，都参与家己民进党都立委无赞成这个法案。也有不少过去支持蔡英文总统的农民，再去烧酒到立法院抗议反对，因大声来痛骂，讲水利会改制根本就是违反宪法，根本就是咧抢夺、咧霸占农民的财产。有报条画口号，反对消费水利会、自救会、总会叫农民立法院进行，反对农田水利会改制。美其名叫改制啦，其实就是消灭水利会，然后把水利会的财产没收。东区法是会强迫农民的财产夺财提钱的一个恶法违宪。批评民进党阿爸无民主，背书共产党。自救会强调讲，水利会财产对日本时代开始，就是农民出钱，不是国家的财产。但是国会按算伫今仔下晡通过农田水利法修正草案，立法院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认为，农田水利会是公法人，财产的移转无问题。公法人是一个地位，而无代表伊是公家机关啦。这是完全无同款的逻辑啊！概括授权的规定太多了，有非常多未来执行的细节执法，我们在立法院都不得止不支持这一次这个法案，在目前这个阶段来做3读，所以不是弃权就是反对的。是。民进党的立委嘛无同款的意见，自救会总会希望民进党莫安尼做，若是硬要做，特别提出停止执行的行政诉讼。国民党团嘛要提出释宪案。